中原航空公司空中小姐，逐年拢会发起一个空中小姐爱心腊日，今年已经是第9档啊。和往年同款，若是卖一本，就会捐100块互联合联名。若是今年做爱心，嘛要来推广咱台湾的农产品。这一届因头尾用10个月时间来到云林刺桐乡来翕着时的农产品菜色轨迹。腊日嘛已经公开，特别来到刺桐乡一个金蕉园来行舞台，替爱心腊日来宣传。透中道的田中，一般敢会当看到地瓜梨仔做田人，但这一年来，云林刺桐的甘蔗、蒜头、番麦、杨桃园内底，竟然出现一阵婀娜多姿的美女。原来因是为着要来翕2020年爱心的腊日的经营空中小姐，จึ专业的新品出炉，摕着属于家己生日月份的腊日，伫咧金蕉园内底展示，真声目。5月的是香蕉公主。这份腊日是对2018年12月就开始翕，因为各种农产品的产季无同，14个空中小姐用10个月来完成这个任务。真难得的是，腊日对翕相、化妆到背景的设计，全部拢是经营的空中小姐家己来出钱，一手包办。从头到尾都是一条龙的，除了要帮助弱势的孩子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要宣传台湾的农业。空中小姐爱心的腊日，过去翕过真侪台湾的美景，拢是青春活泼的主题。今年进入第9年，已经变做是经营空中小姐的传统。会当入选参加的空中小姐，拢认为这是一件真公平的代志。相信应该会有很多学姐妹们会想要拍。空中小姐爱心腊日，每一本卖290块，每卖出一本就会捐100块予联合联名。过去8年总共已经捐627万7000多块。这一回甲刺桐乡农会来咧合作，顺续宣传台湾农特产品，希望会当抛砖引玉，刺激腊日的买气，帮助更较侪绿色的团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